好，来继续来看，伫这个奥运摕到银牌的戴资颖，昨尾仔回顾是真低调，未来接受到采访。但是到深夜是来铺文章，原来是有网友甲讲，伊之所以会来战败，就是姓吴伤多，这是互戴资颖生气咯。甲回讲，徛伫比赛场的人毋是你，若感觉我姓吴伤多，会当莫看我拍球。啊，过10分钟了后，戴资颖过来铺文章讲，家己无代志，讲拍球是为着家己。啊，戴爸爸嘛讲，小戴无代志，大家毋免来担心。另外，这个上新的网络的影片，会当看到戴资颖平常时训练的状况，也有甲伊的姐姐互动的画面，看得出来姊妹仔的感情真好。世界球后小戴戴资颖昨下晡转来过来了后，无接受访问，因为半暝伫 IG 写讲，因为有一个网友评论这个比赛，讲即摆金牌战戴资颖4个伤济，表现无好，才会摕到银牌。对着这代志，伊回讲：你若感觉我4个伤济，会使莫看我拍球，无啥物叫做看好摕金牌。这2面牌拢是突破。经过10多分钟，佫写讲多谢大家关心，我无代志，拍球是为了家己，会继续专心做应该做的代志。后面这个网友伫唔敢嘛，认为讲伊有委屈。针对这个代志，因老爸希望大家唔免伤过烦恼。应该都还好啦，因为这个比赛有输有赢啊，当然是很认真，对，没什么事啊，真的。戴资颖替台湾写新纪录，敢若差一步就会使摕到金牌。比赛说伊确实心情不好，所以我已经真拍拼。放假，因为球场都没有人了，所以他就找我去陪他练习，维持他的球感。这个影片若表现出戴资颖跟姐姐感情有偌好，更加列出要迎战的世界强敌，逐工训练的菜单有偌济。3个应该 OK。我觉得每一个我看见在跟我对打，每一个人都是天才型的，所以就是看大家怎么去再更加强自己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东西。我觉得天才型的选手嘛爱承受真大压力，甲付出相当的拍拼。透过镜头，互人看到球后有偌拼。